为一切众生发愿知道一切众生在轮回的苦海中一直有不同的在每一个众生在过去生自己所造的业力感到现在也是有不同的痛苦，在地狱有严重的这种寒热的痛苦，恶鬼同样的就是饥饿的痛苦，畜生也是同样的有不安的痛苦，人类生老病死等有许多不同的痛苦那么在天道跟阿修罗道也是一样的，就一切的安乐跟一切的幸福都不是永久的，都是会变化，都是在无常之中，所以在六道轮回之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非常可难，所以我们这一次遇到了殊胜的佛法能够可以在修持圆满佛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要为一切众生发愿，为一切众生发心那么我们这一次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身苦意来修持圆满正的佛陀果位能够可以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发愿，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在讲课听课的，在全体来说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听课的这些方式然后在讲课的期间呢，就是在自己身苦意三门清净的，那么就怎么样的去听课这些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文法方式那么就按照同样的在前文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按照那个文化方式如理如法的去听课。那么所听的课来说到佛教就称当中最殊胜的大圆满法，大圆满法的这个前心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那么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来说的话，也是有前善意以及正上意或者是中上意或者后上意，有这样的三个阶段当中呢，现在呢就是中善意的，那么真正的在内容方面，那我们前面也是已经是很多的这个课程当中，就是在整个的书本分为共同外潜心以及不共内潜心，以这样的两种分别的潜心当中呢，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共同外潜心方面。共同外潜心方面来说的话，也是我们已经圆满讲解了前面的很多方面，然后也是刚上礼拜的时候就是圆满了就是八热地狱方面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从那个八汉地狱开始要继续讲。那么在八汉地狱再继续讲的话，那你们的课本的这个书本里面呢，应该是第51页和第52页是吧52页。第22页然后第52页的话就是有八汉地狱的方面，然后我们要接着讲解。八汉地狱总之，此地狱中央和周围有所有的地方都是雪山冰川，在狂风暴雪弥漫之处，此地狱的众生赤身裸体感受寒冻之苦，身体上生了许多泡藏，所以称为巨泡地狱前面八汉地狱在狂风暴雪弥漫之处，所以整个的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相当就是在整个的地狱就相当就是八热地狱一样，就是八汉地狱又不是一个屋子里面，就是小小的一个环境，不能这样去想。那么整个如果是自己变成了一个八汉地狱的众生的话，
那么整个的环境就是主要自己所在的，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或者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区域，全部都是这种雪山跟冰川等等这些的地方。这里就是除了这个雪跟冰或者是这些以外呢，就没有其他的，相当于是看到的那个那怎么说呢？那个地啊，什么其他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人间所看到的，就是泥土的地啊、石头啊等等，就是草地啊、森林啊这些各个方面，全部都是会有相当也可以像就像人间一样的这个形状，但是实际是这个看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泥土啊、石头啊、草地啊、森林啊这些，一切看到的都是怎么说呢？那个冰川跟还有那个雪山这些，所以由于那些炮仓破裂，炮仓是你们听得懂啊？所以因为太冷了，冷到身体上，它就是就相当就是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来感受，因为在怎么说呢？它冷到什么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程度，它就是已经是过了，然后它就是会身体都会长出很多的泡疮，然后由于那些泡疮都是破裂了，形成创伤而成为泡裂地狱由于寒冷难忍，牙关紧咬而成为紧牙地狱。由于不断悲惨的喊着阿丘丘而成为阿丘丘地狱。阿丘丘那个可能你们的语言上来说到就不知道是不是用阿丘丘，你们不知道非常非常冷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说这个不知道，在藏地来说的，藏的人来说的，冷的时候会说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从那个怎么说呢，苦中发出来的一个声音。然后很热的时候就这样，很热的时候阿丘丘跟阿擦擦就是一个是热的时候，热到就是最后就是热到受不了的时候，从那个身体里面自然发出来，从那个嘴巴里面自然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所以叫阿丘丘地狱阿丘丘的声也间断了，只能发出叹息的呼呼声，成为呼呼地狱那么这阿丘丘的声音为什么间断了？因为就是这也是一个人类痛苦的一个事件，是到了一个极限，然后就是前面一开始发出的这个声音是不存在的。这个从我们人类的一种怎么说呢，一个比对来看的话，有些人呢就是特别自己特别舍不得的，然后就是特别喜欢的、特别爱的那些家人或父母，那些往生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呢，后面的人哭，一开始是肯定会哭的一开始知道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哭，然后大声的哭，然后也有流出眼泪，然后最语言上来说也是会讲各种各样的，就是这非常痛苦的话，或者是很怎么说呢，悲伤的话，或者很舍不得这个人的这种话是会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到最后就是根本就是到了一个根本就是哭的时候，眼泪也没有把它出来了，声音也没有了，只是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在哭的那种，而且是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哭都哭不出来。那这里就是有各种程度，所以前面呢就是很冷的时候就击炮，然后那些炮都是会裂炮，然后最后就冷到就不行，就是人就相当于就是在忍着的时候，就是感受到特别冷的时候，就是有阿丘丘的声音，然后到最后阿丘丘的声音也断了，然后就剪断了，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呼的那种音由于外面的皮肤冻成青色，身体裂成4瓣，成为裂入青莲花地狱。皮下的肉冻成红色，并冻裂成8片，
称为列入红莲花地狱，甚至冻成了黑虎式，列成16遍、32遍或无数遍，称为列入大莲花地狱。那这些都是在自己的身体的肉一开始起泡，然后就是裂泡，到最后呢就是在冻成，就是要它就是裂成8遍、16遍和无数遍，就是这样，然后颜色都变成一开始是青色，然后最后变成红色，然后再裂开到很多遍的那样的，那这些都是相当于是像莲花一般的。就是形容，所以就是取名为怎么说呢？莲花地狱的意思就是这样来的。在冻裂的伤口中爬入许多铁喙的昆虫咬食，并感受寒冻之苦。因为这8种痛苦各不相同，所以安立了8种名称，称为八寒地狱。所以在任何一个阶段呢，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在其实大致上讲的话，都是很冷冷到不行的一种痛苦。但是对这个痛苦的这个程度来说的话，就一开始的那个到最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8个过程，都有不同的8种痛苦的感受。所以呢，分别于就是每一个层次都是会取一个名字，所以就是取名为八寒地狱，是从一开始起泡地狱到最后的这个怎么说呢？列入大莲花地狱之间的这个8个层次呢，就是不同感受、不同痛苦的感受，分别取了8种名字，所以叫八寒地狱。好，那我们在这个听课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听这个八寒地狱是起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观修自己，如果是在冬季的时候，去一个非常冷的地方，然后就是或者是在雪山中，然后就裸体在那边待了多长时间，待着那边多长时间，像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时辰，或者是5分钟等等。那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这样去想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修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为这些一切地狱中一直不断的痛苦的这些八寒地狱众生，所以为他们发愿。我们今生呢，能够可以在用这种观修的方式来替代我们下一世要下地狱的这些所有的罪过。过去我们有所造这些的恶缘的话，那么全部都是用修持来在一世当中圆满。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种方式。但我们只是学了这个课，但没有去真正的实修的情况下，那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听那种八寒地狱也好，八热地狱也好，或者是恶鬼的痛苦也好，出生的痛苦也好，整体的这个轮回过返的这个课本，听的时候呢，对我们有一点点的帮助。这也并不是说是只是威胁我们，让我们要好好的在修持佛法。那么在好好的修持佛法的话，佛陀就是相当就是觉得他很伟大，很多人都是追随他，所以就跟他修持。所以为了这些吸引这些人的怎么说呢，那个思想所以他就是将很多地狱的一些痛苦之处这些让我们吓到，然后就是要不得不听他，是不是因为这样讲出来的？那并不是。所以佛陀讲出来的一切道理都是事实的道理，佛陀了悟了一切法的真相，所以就是轮回的真相真正的讲出来，变成课本，变成我们可以学习的方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八寒地狱的，那天我们讲的八热地狱，这些来说到就地狱的真相，让我们知道初步的。那因为这是一个课本里面肯定不会有太多的细节的方面，如果是真正的要讲细节的一个地狱的众生的痛苦来说的话，刚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八寒地狱当中的，然后就是在最轻的
怎么说呢？那个拒跑地狱刚是讲这个，然后我们今天就变成怎么说呢？有500-600页的很大的、很厚的100本书都可以讲的，仔细的细微的所有的众生的这些数量，全部都一个一个的，虽然是全部都是一个拒跑地狱而已，拒跑地狱的一个众生的他的一生当中的所有的痛苦，根本就不用讲到那个猎跑地狱，就是刚是这样讲的话，也是可以讲很多，所以细微的部分来说到就完完全全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在一个初步的就了解以后呢，我们凭自己的智慧去思维，好好的去思维的时候呢，它的作用是我们真正的要感到生死轮回的真相法的信任，跟真正的感受到自己也是在轮回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产生对轮回的处理性，我们产生了对轮回的处理性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修持是可以精进的修持，而且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感，对我们这一世的自己的这个下半人生会起不一样的信心。所以我们把这个珍贵完美的下半人生可以真正的用到无比殊胜的佛法上，所以这样才是我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想要今生能够可以再好好的修持，而且是要真正的要得到成就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实修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实修前面呢，就是我们经常都是讲的修持佛法是必须的要经过闻思修3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呢坐在这里，那么我在跟你们讲课，你们在听，这就是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以后呢，思维佛法就是要靠你们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等一下我们下完课以后，到下一次我们讲课之前，就是要思维佛法跟修持佛法，都是你们自己要在7天7夜的时间里面都要进行圆满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一次我们在讲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课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圆满了。圆满了以后呢，就只要是这一生当中，只要是做7天7夜的这样的一个观修就可以吗？那当然也不是，但是任何时间随时随地都是今天说这一次在这里所讲的一切法，在每次想到的时候都是马上要去实修，马上要去思维，这样的话就对轮回的处理心不间断的增长，而且是对因果的真实完全了知，它是不虚假的一个道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精进心是会增长的如果我们的精进心增长了以后呢，我们的修持佛法是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那么很容易能够可以修持佛法，做到很多很多的善事跟善行。自尊自恋着康着